台美贸易协定也未正式生效，不过外界开始烦恼讲，若像这美国土豆零关税入来，会影响到咱的台湾土豆。农业部表示讲，因为进口土豆来竞争，会先影响到印度和阿根廷的进口量，也若影响台湾的部分呢是2成到3成的产量，会辅导农民改进别项。不过，婚姻馆长周立先就批评讲，安尼生做是伫咧削弱农民。土豆产品真侪种，为土豆油、土豆面体甲土豆米，产地当讲拢是台湾。国产土豆占市场75%，另外25%靠进口。即马主要进口国是印度占42%，其次阿根廷22%甲巴西10%。最近各界关注的美国只有1%左右。那台美贸易协定生效，美国会当零关税，农业部认为首先影响的是其他进口国。其他的国家，它必须要把它的进口价降得更低，否则恐怕它会没有，它可能进不来，因为全部都被美国占走。美国克卡的土豆交换价每公斤17块，虽然俗，也不过进口台湾爱关税，支付进口权利金。那超过1万吨关税配价，搁加定64块。那量大到经济部启动特别防卫措施，搁加定1/3。一站一站保护机制，甲国内价差无大，也不过零关税了后，则拢唔免付，甲国内价差就真明显啦。可能会有2、3成会。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，就是种花生的这些农民，我们把它转到有利的，而不是坐着挨打，全部都投降，不是这样子。虽然农业部评估有影响，也毋过袂安尼直核心，也毋过土豆生产协会却无遐尔乐观。我们的成本80几，美国30几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竞争嘛。食品厂的单子会转到美国的花生去嘛？一台斤差20-30块、30-40块，那个是很吓人的成本呢。土豆上大产地伫云林，馆长周立生认为，零关税土豆进口是一个歹消息，未输别农。整个国家牺牲了农民的权益，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。任何的一个政策当中，都不是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，应该要从长计议，如何产销平衡。周立生馆长批评，农业部爱土豆农民，转正限制毛豆，敢有这么简单？也烦恼造成另外一波产销失衡。农业部认为，美国土豆确定加业者压力观望，即马也还未真正实施零关税，呼吁市场无应该有危机心理。压价想要继续，记者综合报道。